來看咱台灣民間信仰當中非常重要的祖師爺信仰。點香敬拜老辦公，有方志是今年鹿港卡省神事會老主，老辦公園開店進前，第日老辦公的時陣，請到會場奉祀。我嘛是真榮幸有去跋到，咱就盡量互老辦公甲咱鬥相共，咱嘛甲老辦公鬥相共，互這咱公益者，因為老辦公是公益的祖師爺，互伊我能夠傳承。鹿港的卡省神事會是以神明會形式，但當老辦公演的時，會搬老主負責奉祀一檔。對工業界來講，老辦公的信仰是對開創技術者的尊敬，無飲水思源、文化傳承的意義。因為伊木工真厲害，嘛發明包括到這個老板笑，文公笑、丁蘭笑，所以呢，咱攏會做這個做雕刻的也好，木槍也好。咱攏會尊重呢，咱這老辦祖師。傳統工藝除了木工拜老辦公，做鐵工的會拜七寶尊王，做石器的會拜青金祖師，土木業拜破案祖師，做土水的會拜和合祖師。和合祖師吼，伊是這個老辦公的地主，配合着講咱的老辦祖師來起厝啊，還是起廟啊，伊是一個真正厲害的這個匠師啊。這是中華鹿港的玉器宮，主神是天道元帥哦。天道元帥有戲曲神的稱號，一般的廟門採的是石獅，也毋過才採的是雞甲狗。伊是古早的樂師，後來封神。天道元帥毛兒童守護神的稱號，所以頂頭有海綿寶寶的彩畫，會當講是正對着時代。伊若咧做劇的時陣，雞甲狗，伊就咧做伊的後場啦。老尾一人得到居權先生的是，伊得伊去。天道元帥是戲曲界的祖師爺，玉曲宮雖然規模無大，也毋過廟裡所有雕刻甲彩畫，攏是咱北管樂團、歌戲、布袋戲等傳統戲劇的場面，表示就親像是一個戲劇藝術館。除了戲曲界的天道元帥，農業醫藥拜神農氏，理髮業是拜李洞賓，武術界拜達摩祖師，做地米的會拜地神羅武。台灣社會各行各業攏有祖師爺的信仰，透過祭拜祖師，我們祈求平安順利，向基業開創者、守護者來致敬，嘛提醒家己唔通忘記這初心。記者陳淑君、王志剛，中華鹿港採訪報道。